后来又继续来看，昨是农历的12月15是买鸡。按照着风俗，民众会来穿麻糍拜土地公，因为土地公是财神，佮爱食甜，而且这个麻糍黏黏的口感，佮有黏财的意思。但是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生意是差真多。永年拜咧拜甲长，要买麻糍的景象，今年无看到咯。另外，佫有一个原因，讲有袂少的民众无拜麻糍咯，是改买着润饼、糕甲挂包来拜土地公。农历12月16买鸡照传统，迄天爱用麻糍拜土地公，因为土地公是财神，佮该食甜。麻糍黏黏的口感有黏财的意思。一般拢拜麻糍啦，麻糍用黏咱的钱，甲土地公黏喙手吼，大家较趁钱。麻糍打头前，头家娘真熟手用麻糍糊土豆粉，虽然手拢无停，不过买麻糍的民众已经无像过去遮济，敢若少数几位咧等。少很多。少很多。疫情有关系吗？有。西丽福县宫用画的高仔顶有上受欢迎的网家人物，佮有传统的妈祖。唔仅是替妈祖挂嘴罨，佮甲大家卖凊彩用手来摸目睭、喙、佮鼻仔，甲防疫题材发挥伫画高仔顶。新冠肺炎一直延续到今年了，就有不少的小朋友会拿新冠肺炎作为主要的题材来做发挥哦。虽然因为疫情，今年过年无人客人闹热滚滚的气氛，不过为着安全，一切拢是防疫第一。对。